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到咱台湾的国防。讲到咱的这陆军呢，甲美国买29套海马斯导弹火箭系统，传出这头一批伫10月时阵已经送到台湾。目前是由陆军的500炮击部当来做接种训练，会当强化咱台湾无对等的战力。啊，若讲到这中信造船呢，因有负责这防空型的原型舰，进度是有超前。今仔日早起举办这安良典礼，总统赖清德也特别入南出席。另外，因为风台天延期的这空军天龙操演，在今仔日也正式开始咯。晚上2000战机起飞，场面正震撼。空军天龙操演因为空内风台延期，随时正式进行空对空、空对海、空对地等战机的竞赛，验收年度成果。其中航空科目正考验飞官甜豆高压的反应。另外，陆军要新装备报道。海马斯导弹火箭系统威力正大，场面正震撼。咱陆军向美国买29套的海马斯，听讲第一批10架已经来啊，这么由陆军的500炮击部伫咧进行接种训练。有关本案，目前都依照工作的节点执行各项的交装和准备的事项，进度正常。海马斯若搭配陆军的战术飞弹，射程会能到300公里，用导引火箭是让一边射6点。短时间内火力的密度正大，而且机动性正悬，会让强化咱无对称战力。甲新闻被抗日机进行纪念碑，由海军甲中信造船签约建造的轻型顺风艇，其中航空型原型舰随时进行安宁骨典礼，总统赖清德特别落南参加。中科院研制的防空飞弹、反舰飞弹，并且整合先进的征收、火炮以及战斗管理系统。会以更高的机动性，肩负起海上巡弋的责任。航空型原型舰是海军第一代各座立级造舰舰艇，将会将航空加反舰飞弹等武器。航空舰的连轨已经成型，2台2500吨轻型顺风舰原型舰，其中航空型进度超前，反舰型今年1月也开始动工，2台拢安装伫咧2026年10月进行交船。海军这么搁在边有算要买10台。和国舰、造舰加国防自主行向新的里程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